川普大文讲，美国是全球上受欢迎的国家，针对台湾议题，国务卿卢比欧也讲，对台政策无变。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上大规模的空袭，有数十个人死亡。总统泽连斯基讲，这绝对不是准备停战的意思。在天中华到花坛之间一搭冰高道载起有车辆失控，家己去弄到4支弹，造成台铁有8班车拢去误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今仔日呢是伫社群平台大文，讲这美国无外界讲的遐尔落水，伫伊的统治之下，即马美国已经是全球上受欢迎的国家。也若针对着台湾议题，国务卿卢比欧伊也讲，这美国对台湾政策是一持无变，反对任何人改变现况。北京街头的电子金幕直直报，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会谈的历史性时刻。虽然川普伫社群平台希望美中的关系会当搁较强大，不过伫敏感的台湾议题，个人有权徛个人的立场。美国国务卿罗比欧接受专访的时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无改变，也指出北京当局伫台湾议题尚未拍算。Do you think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Well, I think China's preference is probably to have Taiwan willingly, voluntarily join them. In a perfect world, what they would want is some vote or a referendum in Taiwan that agrees to fold in. I think that's what they would prefer. 川普除了伫社群平台发长文反击外界的美国衰退讲法，强调美国为伊带头已经成做全球上强的国家。针对影响全球的中东政局，川普也表示已经伫会谈当中得到习近平的承诺，未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不过，伊也讲甲真巧妙，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还未煞，暗示随时可能会拍伊朗。面对这位过去捌发动贸易战，行动互人料想未到的美国总统，搁再访中国，当地民众的评价是无好也无歹。对，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是说实话，我对他的印象没有那么完美，就很现实的去说，因为，他是总在变的一个人。川普车队经过路线，四边早就由封锁线实施严格预案，不过也是吸引真侪好闲的北京民众伫封锁线外口咧翕相。面对美国甲中国伫军事、经贸抑个台湾的议题激烈对决，一般民众上关心的也是安定的生活。老百姓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嘛，那就是要局势稳定，就不要战争，要能够和平的解决遇到的问题，对，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比如说中国有台湾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和平的一个解决方式。无论是中东的政局，还是台海的问题，美国甲中国两个强权每一届相打，拢牵连到全球局势发展。不过，伫这场大国竞争的背后，一般的民众所仰望的是免烦恼战争的和平生活。公司新闻电视人朋友。川习会今仔日早起呢，是伫北京的中南海，这川普甲习近平两个人是伫花园啉茶搁散步，也若中昼是工作午宴。这场午宴呢，预计是有3点钟的时间，互人看甲比昨的川习会还搁较重。双方是会针对科技管制、农产品采购等等来讨论，而且也研究来建立这贸易甲投资委员会，就是为着要来稳定双边的关系。也因为昨这白宫这方面是无讲到台湾，甲中国的版本是差真济，所以即马外界是关注这中国敢会伫咧今仔日来画红线。也若这川普呢是预计伫咧午宴结束了后，就会坐飞行机返去美国。这届在川习会当中，习近平是讲到维护台海的和平是中美之间的上大公约数。也毋过，白宫的记录线拢无讲到这个台湾。行政院长德英泰是表示讲，会继续密切来关注这川习会的发展。也若学者呢是来分析讲，这届这习近平是咧设红线，经过美国甲台湾。川习会14举行，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谈到经贸、伊朗甲台湾议题。习近平讲到台湾的问题是重点当中的重点，以后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上大的公约数。但是白宫会后的重点整理，显示美中的态度无同。美国指出双方同意伊朗袂当有核武器，不过台湾议题一句都无讲到，引发关注。比如说对台政策不变，军售也不是重点议题。
我们都有密切关注。针对美国哪条工咧闪台湾议题，川普暂时无对外回应。有国安官员指出，美国伫会中已经表达，任何协调性的改变无符合各方的利益，台湾不应该伤过烦恼防交易。不过，哪位提醒国安团队，川普也未同意第二批140亿对台湾的军购，敢会伫川协会了后出现变数，得要注意。他们会不会见面的？美国本来要给我们第二批的军购发价书，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给了？这是我们担心。尤其是军购问题会不会在浮上台面，在最后的一个谈话里面来出现呢？执政党我们也会严密的来做一个关切。针对习近平讲到台独甲和平互相对立，学者分析，习近平当面和川普一个提醒，为台湾议题有红线。台独跟所谓的台海的和平跟安全是水火不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看起来是给川普一个当头棒喝。这个是说给川普听，但同时也是说给赖清德听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敲山震虎，或者是说隔山打牛。体重碎化民分析，川普这届表明看重经济，甲习近平依次相达无相前的局势。学者李明认为，美国甲中国敢有讲到对台湾的军售，因为美国甲中国有讲好，袂伫公开场合讲川普有啥物让步，政府就要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台股今仔日早盘是去到42408点，这是创下新高的纪录。也毋过10点过了呢，这指数就开始翻乌啊。台积电是对2325块半转来到平盘。台股早盘上悬是冲去到42408点，了后呢就开始降温啊，上低是来到41543点。也那台积电也伫平盘附近咧震动，也因为最近这台湾股市是真热，所以有10支股票即嘛是互人咧做是处地股。另外也因为 AI 这需求是真大，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呢是调整今年的产值，去年是6.5兆，今年已经超过8兆。另外，再来关心的是台铁彰化到花坛之间一搭平交道，今仔日早起6点左右，有一台车是家己去弄到这个四支弹，原因哪像就是因为车顶一个80多岁的驾驶，伊是因为血糖真低，所以转塞车失控，人已经送病院，车也卡伫平交道一段时间，造成台铁有8班车拢去误掉。乌色的修路车弄到护栏，掉伫个铁轨路，警方甲台铁公司人员赶到位，到场警戒。15透早6点，台铁彰化到花坛中间的花秀路铁轨路发生交通事故，一个80岁姓林的驾驶，疑似是因为血糖伤低，才家己弄护栏。去秀段收费比车人，家己自作。事故造成台铁东正线无法度通行，台铁公司成立2级应变小组来应用，改用西正线单线双向来通车，上北落南的车拢受到影响。好在在有热心的民众驶地高车，即时到3工，透早7点04分才恢复全线通行。吊车的查甫人因为胸坎还有骹手拢挫伤，互救护车送去病院治疗，无性命危险，最测得是0。警方到场处理后查明。系林姓驾驶因精神不济、不慎自撞，移交到航扭直机护栏，造成驾驶本人受伤及车辆受损。就轮子陷到那个轨道里面，然后车子撞到我的那个护栏，它损害我平交道的那个监控设备，要超过45分钟要赔的话，我们会就跟他求偿。台铁统计，这站交通事故拢总影响8架车，延误126分钟，而且造成铁轨路护栏，还有监控设备损伤，煞尾会甲肇事的驾驶来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也毋过呢，这机车道的跨度，所互人自己会当徛的空间其实无到2米半。有人是规气安尼倒伫咧机车道顶头，用伊的身悬去量这个跨度。公路局是表示讲，这款行为是违法的，目前已经通报警察。奥多巴一台接一台徛起伫淡江大桥的机车道，淡江大桥伫正式通车了后，或者在奥多巴往返淡水和八里之间的民众省真侪车停。不过对机车道的跨度，大家感觉无同。是有一点点，但是就是慢慢骑，其实还可以。我觉得还好，刚刚有2台车从旁边超过去都可以。如果说想要让别人超车的话，就偏左边一点。淡江大桥机车道的宽度惹议，有民众为了实测，就直接骑车上桥，在路中央横躺，引发讨论。有民众质疑讲，这
机车道实际会当徛的空间是无到2.5公尺。伫通车第一天，就伫淡江大桥机车道直接倒落，切看到佮翕影片发去伫网络。毋过伫车道顶悬倒落是违反规定。公路局伫收集事情了后，暂时向警方检举。就是先收集这个相关的资料，然后目前已经将相关资料先移送给新北市的警察局的部分去做一个取缔的动作。公路局嘛呼吁过路人应该照规定来使用公路，嘛强调会持续选择淡江大桥的机车道，尽量莫并排骑车，也是凊彩超车。不过除了机车道的跨道引起关注，这2天北部是定落雨，在地里长讲有民众去使用行人自行车道，感觉这路拢是澹澹骨骨。在刹车的时候，其实他们觉得有点过滑了，可能铺面的关系，他们希望如果可以改善是最好，因为确实走起来是有点过滑。里长嘛讲，有民众为着翕画面，是凊彩对人行道下到乌托邦道去翕相，恐惊是较会发生意外。警方嘛提醒讲，伫淡江大桥乌白驶车也是违规停车，会罚款3000以上6000以下，而且严格禁止伫桥顶停车翕相，也是停伫遐。记者综合报道。好，针对一寡交通违规呢，即马要判断这驾驶到底敢有食毒，其实是会当用喙瘾来加验的。也毋过因为进前这规范是无够明确，所以台中的警方呢有一届就是无通好用这现行犯去甲人掠。即马警政署已经有改革，因是宣布讲，若准这毒品喙瘾快筛是阳性，也是讲这个人是拒绝检测，安尼拢会当直接用现行犯来甲掠起来。轿车驶伫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车头一直歪来歪去，无偌久就弄到分隔岛。我已经咧爱困啊！代志发生伫13透早，救护人员到场的时阵，查某人讲伊是疲劳驾驶，无需要去病院，但是双方验出毒品快筛阳性，互警方移送法办。对仍然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2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食毒驶车的案件一直发生，但却毋是逐件拢会当甲嫌疑人照现行犯来逮捕，因为食毒驶车必须要请示检察官对嫌疑人做尿检，确认阳性了后才会当移送。毛祖生1月下旬的时阵，台中2个警察逮捕食毒驶车的嫌疑人，所以因为无虽然副尿检的报告，互警察队固守了放人，涉嫌污蔑放人，互移送法办。为了改善这个状况，13开始警政署公布新的作业定数，毒驾是经过喙瘾快筛阳性，是拒测了后认定对方无度安全驾驶，会当照现行犯时阵现行犯逮捕。发现这脱衣快筛，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高哈，所以足以供我们司法侦办的依据哈，所以我们就修订了我们脱衣快筛还有毒驾执法相关的程序哈。警政署的数据显示，讲2005年食毒驶车的件数是2004年的2.3倍，而且是一直传出食毒驶车致死案。这个月初，中华一个姓高的查甫人食毒驶车弄起机车，造成2个人死亡。毒驾的喙瘾快筛伫2005年11月下旬上路，会当初步来判定敢有食毒驶车的行为。所以因为早期是反倒快筛的准确度，无法度直接甲人照现行犯来逮捕。即马实行半年了后，确认准确度是真悬，嘛互警政署对咧调整，互第一线的同仁有更较明确的执法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嘉义市是发生一桩这公车弄警察车的事故，有一台巡逻车是伫路口咧等青红灯的时，后壁的公车哪像就是因为无注意，一个看到车顶就打油门，转对警察车的车尾甲弄落，加在这人是拢无安怎。也毋过公车顶头22个乘客煞因为安尼，就要临时去换坐别台车。等到车顶了后，全部的车拢向头前驶去。毋过，这台警车搁咧等倒弯的号志，想袂到原本停伫后壁的公车，看到边仔车拢驶向头前，嘛对咧大油门来行，结果煞位警车的后壁来弄落去。无啊，我无倒去在去啊。你算讲你起步较慢，我起步较快安尼尔，叫我甲过撞着啊。这件弄警车意外就发生伫14日时啊，伫嘉义市西区的新民路甲瑞阳路路口。派出所巡逻的警车伫倒歪车道等号志的时阵，后壁的公车可能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就对边仔的车来起行，造成公车车头凹落去，警车后壁车壳嘛受损，加在无人受伤。警方嘛爱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远景驾驶巡逻车于新民路北往南直行，在左转弯专用车道停等号志，遭后方公车追撞，无人受伤，双方驾驶经酒测无饮酒情事。肇事责任尚待厘清中。公车顶面原本有22名乘客，因为车祸的发生，行程嘛受到影响。公司赶紧安排别台公车来载。警方提醒，驶车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嘛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才会当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国际消息的部分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争拍到今呢，这回这罗西亚的空袭是上界大规模的，拢总是飞1500多架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飞弹，造成乌克兰有数十个人死亡，就连这联合国的车辆嘛受到损害。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是强烈来谴责，讲罗西亚这个行呢绝对不是准备要停战的意思。咖啡厅的监视器画面录到空袭的瞬间，窗仔外口出现火车，了后玻璃都好整甲碎去，店内的物件落规涂骹。罗西亚为这个拜二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空袭，连续几日天，天顶拢是防空系统哪炸的声音，也有飞弹的爆炸声。这也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发生以来，罗西亚发动的上大规模、时間上長的空襲行動。Це був страх, якого ще в житті не відчували ми. Найстрашніша ніч за все життя. За всю війну, скоріше. Ми думали, що ми тут всі загинемо. Ще такого не було разу в нашому районі. 乌克兰官方统计，陆军伫短短2天内飞1567架无人机，甲大量的飞弹。搜救人员伫公寓大楼的土堆当中抢救性命，甲搬遗体。路透社指出，这场空袭造成上无数十个平民死亡。乌克兰外交部長呼籲美國甲中國施壓羅西亞停止戰爭。Квартал цього року, і це означає, що компоненти для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ракет, необхідні ресурси та устаткування Росія в обхід глобальних санкцій все ще завозить. Це має бути реальною ціллю всіх н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 зупинити російські схеми обходу санкцій. 空袭也去影响到人道救援。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车辆伫南部城市赫尔松执行任務的時，受到羅西亞無人機2架鎖定攻擊，加在車頂人員攏平安。We keep on calling member states, all member states, to respect the civilians, do not target the civilian, and do not target the UN. Clearly, the UN flag is no more protective element. 面對羅西亞這幾天來的大空襲，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批評這種針對平民甲主體區的攻擊，絕對不是一個真心準備結束戰爭的人會採取的行動。這場開戰以來上大規模的空襲，也讓和平的希望愈來愈少。公視新聞鄭偉林報道。再來看這英國首相施凱爾帶領的工黨佇個地方選舉是大輸，嘛因為這選舉的情形呢是30黨內輸上界濟的，所以黨內是要求這施凱爾都要落台來負責。目前這衛生大臣斯特里廷呢已經開第1槍啊，伊講伊對這施凱爾已經無信心，所以宣布辭職。那目前這黨內真濟人嘛開始有動作。英國衛生大臣蘇德里廷就是透過社群媒體發表時頭路的批，指出工黨近期在英格蘭、蘇格蘭甲威爾斯地方選舉輸慘，顯示選民咧要失去對工黨的信任，伊嘛直言對施凱爾政府的領導失去信心。蘇德里廷做衛生大臣一當過10個月，以強硬佮務實的做法推動國民健保署改革，伊今後將複雜的政策轉換做通俗語言，搶在就新聞節目替政府政策辯論，紅認為是工黨新生代的政治名稱。蘇德里廷是透露，互外界又講是計劃挑戰黨主席的職務。教育大臣菲利普森肯定蘇德里廷做衛生大臣期間的表現，不過無同意伊是這個決定，強調會全力支持施凱爾。He has been a brilliant health secretary. He's done a fantastic job, and we see that today with the NHS waiting list numbers that are really encouraging and what people want to see. But I fundamentally disagree with the position he's taken. I'm sad that he's gone, but I think this is now a chance for us to pause, take a breath as a party, and try and draw a line under all of this. 在蘇德里廷宣布時頭路了後，當然繼續宣布財政部首席秘書莫須接任衛生大臣，其他可能挑戰工黨黨主席的人選嘛有真濟動作。支持曼徹斯特市長碧蘭的工黨議員謝蒙斯宣布辭職，讓碧蘭透過補選重返國會，摕到選黨主席的資格。另外，因為印花稅爭議，宣布是副首相的瑞納對外宣布已經處理好稅務問題，伊就是對媒體表示無排除參加任何工黨黨主席的競選。公視新聞張淑芬報道。繼續來看，咱總統賴清德是提出這都市拿國家調適計劃甲15加倍的政策方向，也毋過有一寡民間團體煞指出講，這4檔400億的經費呢是補助改善人行道，煞無來補助這樹仔的維護等等，所以呼籲政府應該來對保護樹仔開始，嘛着讓這民間團體甲專家會當來參與內政部的補助審議委員會。老樹的消失，這是我們非常建議的事情。
都是在未来的话，我们中央路还有一段也是超过近100棵老树即将面临被砍除的命运。10个护树团体甲国土署外口တင်情，指出为着要让过路人有舒适安全的空间，行政院2023年通过4年400亿补助各县市去改善人行道，却无编列维护树桩的经费，致使真侪树啊拢拄当消失的危机。护树团体提出诉求，呼吁县政府要实现树5加倍都市林计划，应当对保护树啊开始，嘛得互民间团体甲专家参与内政部补助审议委员会等等。那现在的审议委员会黑箱，就是内政部国土署补助这些预算，他说不补助砍树的费用，可是砍树的费用可能10万，人行道是2、3千万，他补助了2、3千万给地方政府，那就是放任地方政府自己自筹砍树移树的费用哈，所以就是说这些路树就为了国土署而死。嘛有人本交通路权团体出来相挺，因强调人行道毋是路有平有够看就好，台湾的热人真压有热，有树才会当互人行道舒适佮安全。因嘛指出一寡树桩的树根可能导致人行道无平的问题，这是政府无种适当的树种，嘛无加留树桩生长的空间所致。政府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种植浅根系的树木，才会导致人行道隆起，而不是树木不好。强烈呼吁内政部国土署必须将4年400亿的这个预算妥善的运用，要监管它人行道施作的品质，还有它绿荫遮盖的程度。针对民团的诉求，国土署也有派人出来接တင်情书。民团表示，树桩有早日头降温甲空气净化功能，嘛是城市生活的彻底。因认为人行道的设计甲补助应当甲树桩列入考虑，嘛要求政府在审查计划的时，应当让民间有参与甲表达意见的机会。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再来看这能源公司新威呢，是因为下底的子公司工程计划出状况，因的第一季呢已经了18亿外，目前这公司是当咧无30亿的资金要来捧。外界即马是烦恼讲，这敢会冲击到油德风场的开发案。经济部长金明鑫伊是表示讲，这是公司财务的问题，对整体这风场的开发其实并无影响。我们私募的对象就是跟未来佑德风场有兴趣的投资人。当前记者会头前很大，要办理30亿初步体有财务，因为新辉能源今年第一季税后了18.49亿，剩下每个税后纯益负6.82块，净值转做负1.82亿。为15开始派遣专业高挂各项分换交易，6月23停止上市。你母公司跟子公司，如果你都是从事同样的工程。那这些工程一旦出问题，就是你母子公司都会出问题。那母子公司都是上市公司，那如果它在风险财务控管是这么不稳定的话，那让它在短不到5年的时间上市到下市，其实这个会让非常多的投资人蒙受非常大的损失。他且认为相关机关对承包商都有能力爱护各核心的把关，按若无受冲击就是投资人。15开盘集团相关股票大多杀，新辉能源因为倒控农落停板，无公司正辉相关的付费电力全部降价。对此，新辉下次会基金下海的付费能源第2020年代表台电力化合理发展第2期计划，原本台电医药府346亿工程款是未到拄着疫情、俄乌战争这因素，致使成本暴增，付费总共付厂商534.5亿，了钱将近200亿。其实700 MW 的离岸风场整体开发下来，预估就是要超过3000亿台币。就整个产业来看的话，这是个先出钱，然后需要等很久才能够回收电费的模式。那公营事业本土业者如果要联合进场的话，融资能力够不够 ？AI 投资标的之下，银行愿不愿意就是把钱移过来这边？这个风场一定会往前走。他如果觉得他有办法自己处理的话，我们当然要尊重他。因为新辉能源也标3至2期700 MW 容量的油德风场，市场风声是要转让持股，外界点名国营事业成立风电国家队资源，暗过业界认为，台湾本土拥有的1个60%能力应成交风场业务配合政策，确保台湾再生能源未停气。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在国内医美诊所是来标出偷翕案，行政院长对杨太才时就要求各部会甲地方政府，拢爱主动去查这牵涉到隐私的医疗场所，若做发现有侵犯到病人隐私等等的行为，安尼就要随家查办，也就避免这影像流出去，造成第2界的伤害。
大门锁起来，逼出技术偷袭的EB集团2二下凯高雄分店配合调查暂停业务。高雄市府是完成全市43间医疗院所检查，查到2两间分店技术无经过同意，迄边将身体运输命令停止医疗业务6个月，要加群EB集团指控市府高强度检查是假检查真数查，市府也回应第3间加群诊所内底。发现有高达133支的监视器，会调查事情了后扣办。目前查获艾尔利集团2家诊所及1家光泽诊所，已未经同意及涉及民众身体隐私部分，已依法处办。他们想要去调阅一些跟这一次针孔摄影机无关的一些资料，要求我们的店长要签名，觉得说那个跟这次的针孔事件无关，不能强迫我签一些我不敢签的东西。因为EB诊所偷袭事件滚价，行政院长杜英台伫议会内底特别指示，要求各部会甲地方政府针对牵涉运输的医疗场所主动查核，对牵涉运输场所偷袭零用款，若是正当需求，爱护民众同意，也检视法规是不是需要补强。我们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绝对是零容忍。如有正当理由及需要，要留存录音的影像，应该公开的来标示。卫福部也甲地方卫生局医界开会讨论医疗场所的运输规范，再先包含禁装灭毒器、公共空间影射监视镜头，也是诊疗室跨境等的高度运输同意了后应录影。毋过，手术室等高度运输是禁止录影，有教学目的，各地病人得到同意了后才行翕。密录的这件事情就是违法，查到就是送办。所以我们卫生局在查的是查合法的，你有没有照这样子的程序？这样其实也是保护病人，也是保护医疗机构。卫福部强调，规划伫3个月内，针对医疗机构的运输恢复规范做执行更新，提供卫福部公办的书面同意书范本等内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的身体健康，这台大病院呢是来发布一份上新的研究，发现这4型肝炎的这个患者呢，就算甲伊的病毒拢甲清好了啊，若准这患者有肝包油，也是讲血糖异常，安尼得肝癌的风险颠倒是会增加要2倍。有医师就建议讲，捌得到这个4型肝炎的患者，应该就爱定期追踪，来建立好的生活习惯，才通甲这得癌的风险降低。民众伫病院排队要做身体检查，就是烦恼身体有各样。根据卫福部2024年的统计，肝癌是国人10大癌症死因的第2名，当年大约有7000人因为肝癌死亡。拜五台大病院发布上新的研究，发现4型肝炎的患者，就算甲病毒清掉，若是有肝包油，也是血糖异常，比如讲高血糖，也是糖尿病，患者得肝癌的风险颠倒会增加要2倍。我们发现其实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异常，或者是糖尿病前期这一群病人，他的这个风险因子本身造成肝癌的风险是最大。那再来就是脂肪肝的严重程度。医生讲，虽然医疗技术愈来愈进步，95%的4型肝炎患者拢会当成功治疗，不过无代表讲完全无得癌的风险。医生建议民众唔但爱做定期的检查，嘛要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讲食食的控制、运动等等，才通降低咱肝的负担。这些体重的控制，那脂肪肝的改善，以及代谢因子或者血糖的控制，应该还是所有的膝肝的患者这一辈子都应该要奉行注意的一些事项。另外，这份4型肝炎的研究嘛发布伫国际1.1的医疗期刊，提供全球4型肝炎患者做治疗甲追踪重要的参考，嘛提悬台湾医疗研究伫国际知名度。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现代社会这网络是真时行，嘛去影响到青少年的生活。伫澳洲，即马政府已经禁止16岁以下来使用社群平台。也那即个网络公司 Meta， 伊嘛是利用即个 AI 的技术，主动甲要未满13岁的小孩拢甲汰掉。也那要未满18岁是限制因看的内容。希望透过这后代的管理来强化青少年的网络安全。
即马青少年上网络时间一直增加，各界关心会调到网络成发社等的网络安全议题，亲像澳洲先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平台，后面这几年强化儿童网络的保护措施，成员国考虑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网络性剥削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通报数字是逐年增加的。家长方面或是学校方面，发现这个同学有需要协助的时候，第一个我想可以这个联络卫福部下的这个性向处理中心。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就是平台业者他们在进行这些服务设计的时候，都可以先有一些风险评估，然后先把一些防护机制也先做一些预设好。公民团体重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面对这出事，跨国网络公司 Meta 导入 AI 视觉分析技术，主动识别删除不到13岁少妇、未满18岁青少年少妇，可能看适龄内容。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并进音。还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的防治条例的修法的预告作业，这些都是我们卫福部在这边希望能够先透过整个法律端的部分来努力。网络公司希望透过科技管理强化青少年网络使用安全。官方是强调，已经在对儿少权利法等法定的修法，希望透过公私协力，维护青少年网络使用安全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有国校的囡仔呢，进前咧食这营养午餐的时，第2轮家己去买菜的时，煞甲咧树林的这个大扫这甲弹入去，造成4个学生拢去食着，加在就医了后是拢无危险。教育局表示，这学校已经针对着行为人来进行辅导。真侪细小包装拢有放大扫剂，也提醒袂当食。桃园捌到一个国校3年学生伫营养午餐第2轮，家己买菜时，加小加大扫剂弹入去菜内底，造成4位共班的疑似加半透明的球形的小加食落饱，加在送病院了后无代志。当天的状况是怎么样？疑似有误食干燥剂，我们立刻就通知家长，我们赶快把这4个小朋友安排家长接回或送到邻近的医院去检查。学校表示继续追踪，当天送病院的囡仔，过当天也拢有正常到学校上课，目前身体无问题，也会继续宣导加强学生食品安全甲法治教育的观念。化学性的干燥剂误食的话，可能会比较有风险，那可能就要就医。如果是细胶的干燥剂吃进去，大部分就是对身体无害。学校当天有针对班级学生做强化教育，强调不可以将非使用的物质放入午餐内或饮食上。教育局表示，做这件代志的学生已经向受害学生回信了，学校也针对做这件代志的学生个案辅导、加管教，互伊了解行为可能犯法，也可能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凤山区呢，伫个县市合并进前，有伫个三大正重要的路口来设这大型的装置艺术。这个装置艺术是由国宝级的大师杨永峰伊后生杨凤添来设计。也毋过，即摆呢，所有民意代表是发现讲，这3件作品拢无列入文化部公共艺术的清单，而且嘛无财产登记，已经有16档的时间啊，拢无这维管单位甲相关的经费，所以要求市政府伫个理清权责了后，爱赶紧来补强。来到高雄凤山南京路甲国泰路交界，伫路口的彩虹装置艺术表面出现壁唇，阁有垃圾的情形。另外一搭挖近5家的微风装置艺术，阁是白胖见本体有鸟仔做秀，作品嘛变个垃圾。有人来清这些草啊，修树木啊，都有啊。但是那个主体的部分有看过吗？没看过。高雄凤山区3大重要路口，伫县市合并前，由县府设置大型装置艺术。民代发现合并后，3个作品拢无登记伫文化部公共艺术清单，嘛无财产登记。16年遐久的时间，无明确管理养护单位，未属是公共艺术篮球。麻烦了其中2个作品是伫坐运黄线的路线，恐惊会因为工程引起结构老化等公安问题，造成动荡，造成这种设备安全、公共艺术
倾倒的危机都不得而知。所以呢，我们希望市政府呢，除了做公共艺术品的这个在这一些各项的安全建立以外呢，也要注意未来对捷运施工上面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风险存在。我会请这个王启川副秘来协调民政局、文化局、那还有公务局，好啊，另外就来协调。市府回应会伫1个月内提出解决方案，看局处讨论后，会将这3个由国宝级大师杨英芳的后生杨凤添设计作品做好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屏东的里港是有一个姓詹的乡民代表，去年是甲公所来申请排水沟的工程，结果伊却涉嫌甲人斗空，甲这清出来的1300栋的粪扫甲烂土，全部拢载去拼伫个高雄旗山的一搭农场。即马今仔头地检署昨是侦查终结，照这废清法对乡民代表等3个人提起公诉。怪手豆豆驶入去高雄旗山这搭农地，挖开废土，虽看到内底有塑胶干啊、落啊、毛技术建筑废弃物的水管甲砖啊夹。今仔头地检署去年9月初接到通报，讲有人伫咧农务用地偷倒废土，检警追查，发现是屏东里港的乡民代表甲工程公司斗空，标着公司的清水沟工程了后，甲清出来的1300栋的烂土甲粪扫，再去倒伫个人的农地。经过半年的调查，检控14侦查结束，对姓詹的代表甲姓黄的工程公司负责人等人，按照违反废清法起诉。明知排水沟产出之污泥属于依法应合法清理之废弃物，并指示司机陈某等人将废弃物载到高雄市旗山区农牧用地任意倾倒堆置，造成土地污染，业经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当初报案的都是受害农场主人，但是是讲，去年9月份来要整地，准备甲发好的柑仔蜜种落，来到位看到规个农场拢是烂土，佮有怪手甲货车直接出入，去报案才个代志别空。伊讲甲对方完全无熟悉，无讲无大门拍开，就入去偷倒废土，发好的1万张柑仔蜜无材料证，损失超过10万。即摆迄块地安尼，还佫有材料证做无啊？无啊，起码无法当清楚啊，起码伊该倒土倒伫啊，佮后迄保特瓶啊，塑胶管啊，拢无诶无诶，一寡杂物啊，一寡迄个垃圾物件。实际来到现场看，四界拢是塑胶杆啊、电线等等的粪扫，1300栋打起的烂土甲大叶蹲伫咧农场。现在检方已经起诉，地主敢若5万，这个土甲粪扫会当赶紧处理好势，确认土地是毋是有受到污染，可以会当早日恢复建造。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台南下营区的治水工程呢，是因为去年去挖到2800吨前的遗址，所以即马规个治水工程拢已经去迁掉啊。本地苹果才会分布这抢救的经费是爱上亿，即马经过市政府协调，是决定要来改变这个工程的设计。目前规划这文资团队对7月就会入场啊，要那工程的部分按算是9月就会恢复施工。来到台南下营抽水站工地现场，几乎拢无动，甚至嘛无看到人。这个开2点8亿的下营排水闸门和抽水站工程，去年煞挖到2800吨前的油污味文化遗迹，发现真罕看到的8度形的石器。地主工程只好停工超过半冬，本只年底就通完工，迄阵无法度按时完工，周边道路封起来，通勤的民众加减怨叹。这下营迄边的人为啊，这交通无方便的物件是错甲六桥呢，真正呢。啊，是。哦，我若放录音大一点哦。啊，这路的部分，我迄个最近会当个恢复噶啦。公共建设和文资保存的冲突点，上主要就是钱的问题。起头评估抢柜费用上无爱1亿，水利局根本无法度负担。经过市府协调了后，因决定变更设计，透过缩小排放专用暗坑的开挖范围，成功甲抢柜费压价到4900万。这笔钱将会动用市府第2预备金，采用分年变预算，因希望伫文化资产保存和民生治水之间找到平衡点。检讨就是缩小我们的整个施工所需要的范围，包括前池等等来尽量减少这个挖掘的面积。另外，我们目前可以优先来做主站体的一个赶工。文化局的考古中心他们会跟水利局的
工程单位，然后一起去进行一起开挖的一个工作。那开挖之后呢，就是考古中心他们就会把这些抢救下来的一些遗址呢，另外的去进行后续的清理、整理跟盘点。初步前新的机场文助团队按照7月进场，用2个月来完成清理。那9月高雄工地恢复抽水站时间，虽然完工时间确定会延到明年，不过水利局答应会评估先开放路段，让民众通车，减轻负担。面对风台几百高啊，施工团队讲到时会拼死赶工，维护水情危机的保存，变做会赢居民饮水恶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环境的议题来关心，这阵仔呢，伫屏东垦丁的后湾开始有囝生仔出来咧生团，也毋过当地志工所发现讲有一寡青群人呢是伫海沙埔四界咧野这米坑设限制，要来掠这个囝生仔。志工伫咧美市去巡的时，拢总发现有20外搭，拢有同款的情形。一名穿蓝衫短裤的查甫人伫沙埔咧扑草，动作可疑。只讲过一搭久仔，挖过沙埔看，发现涂骹拢是米坑。原来伊是要设陷阱掠囝生仔。暗时到沙埔发现有野米坑的所在，就有一大阵的囝生仔咧食。只要摕网仔袋仔，就会当随捡到一大堆的囝生仔，而且有20外个所在有米坑，限制数量遮尔济，只讲赶紧通报公园警察。每一个范围，而且甲米坑压落，我一个坑深米坑压落，囝生仔拔落就爬袂起来，当然细只的拢拔落啊。因为囝生仔伊天生就是闻到食物的味，尤其是食芳的味，拢会活来。因为5月开始是囝生仔出来活动、找物件食、甲放卵的季节，尤其垦丁后湾数量足济，不少人士就会趁机会挖坑野米坑，囝生仔闻到味过去食，就会落入坑爬袂起来，因才来捡。志工表示，因为囝生仔无算是保育动物，所以无法通发。有时若看到民众掠囝生仔甲提醒，佫会引起无欢喜，互因感觉足无奈。掠囝生仔一直来拢无罚款，所以有当时游客若咧掠囝生仔，阮去甲伊讲，叫伊用看就毋好啊，莫掠。有当时会过去互游客骂啊。本处获报后，立即派员会同国家公园检查队前往清查，并将米坑等陷阱清理。一经发现，将依国家公园法处以3000元的罚款。垦管处讲，虽然囝生仔毋是保育类动物，但是后湾算国家公园范围，有掠着嘛会罚钱，提醒无买卖就无拿补。志工表示，这几年囝生仔的数量才豆恢复，希望民众会当尊重生态环境，甲上水的大自然保留给每一个人。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各地清洁队拢有咧回收碰床，也毋过要拆这碰床呢，其实是真高工的代志。一般来讲是需要3-4个人一组，上紧也着爱15分钟的代购。这南投埔里定工所这个清洁队内底是有队员家己来结头壳，改良一台怪手来解决这款的问题。这台怪手是埔里清洁队员黄世明改良的。伊早是咧修理车，后来至埔里清洁队服务20-30冬。会改良这台怪手，是因为这的本数量较侪，回收物内底碰床较占位，所以开想要改良怪手，来互拆碰床变较轻松。我修理车底，较早捌做过铁牛啊，3工挂做安尼啦。因为这较早就拢大约啊，这故障有哦，迄较早就拢有伫摸啦，效果用是袂歹啦。那愈新吼愈紧啦，啊佫轻松，手佫拢袂碰拍。埔里清洁队长讲，用这台改良的怪手拆碰床，只要5到10分钟，就当拆好一顶，省时佫省工。用这个大钢牙伫拆、伫拆这个碰床的时候，非常的紧，平均一顶5分至10分钟内就会当拆完成。所以这个工作效率非常的好，一工人呢，听好拆20-30顶，时间缩短，甲非常节省人力。传统拆碰床拢爱3-4个人斗阵做。有人加开外表的布料，较厚的就爱用火焰达刮互开。刷落来，搁爱拆开铁架啊，上无爱15分钟，真够工。埔里清洁队长表示，清洁队员内底真侪人拢有其他的专长，有人会晓铁工，有人会晓水电。设计这台怪手，真正是真有班章。现主是埔里清洁队已经有2个少年人会晓使用，嘛大大消透回收碰床的压力。记者杨秀南投报道。
或者舒适的生活除了爱有智慧呢，嘛爱有这科技的帮助。上北市的公车甲台北捷运今年1月开始是开放用这 QR code 来坐车，即马也会当用这 Line Pay Money 来坐。以台北捷运来讲呢，自这捷运 QR code 实行以来，使用的人次已经来到1个月4.3万，占2%的使用率。使用 Line Pay Money 乘车码买当坐台北捷运啊，上路头一天就旅客使用顺利进站。可能也要看有多少的优惠吧。如果说真的是优惠很多的话，那就值得就是站在旁边操作一下。目前是没有这个计划，因为就是蛮习惯就是使用悠游卡的。实际观察，坐台北捷运的旅客主要用悠游卡入站，原因是目前 T-Pass 月票简单当绑定悠游卡。有真侪旅客感觉使用卡片的感觉较直观。北捷统计，自1月初3起开通交通乘车码 QR code 坐车以来，平均使用人次已经来到1天43000人次，大概占全系统运量的2%。那至于信用卡的部分，从1月的日平均大概是5200人次左右，上升到5月的大概6900人次左右。台北市公运处指出，自1月初3起，双北市区公车甲台北捷运拢有开通交通乘车码服务。北捷站门目前已经会当用19间支付业者，双北公车有6间。不过，牵涉到程序系统的开发，目前简单有悠游付、iPass Money、iCash Pay 甲 Line Pay Money， 会当有捷运公车双向搬车优待，阁有台北市干线公车搬车优待。搬车爱用共一间支付业者，优待会伫后1个月汇入去使用者的电子钱包。代替自今年初嘛开放用乘车码入站，不过也无包括 iPass Money、Line Pay Money。各用捷运是凭台北捷运较早，今年3月开始就会当用 Line Pay Money 乘车码入站，支付系统多元，专台公共运输安怎整合，让消费者坐车较利便，是后一个课题。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关心的是，在台湾历史博物馆有收藏一批日本时代的电影底片，即马因是甲这台南艺术大学来合作，透过新的技术来甲修复。这当中呢有5机已经提升到4K 的高画质啦，互大家会当看到这100多年前的台湾到底是生做啥款。乌白影像有火军车经过，阁有一大群人头顶规地啊，伫咧贴石头。这出幸福的农民是1930年日本时代总督府为着宣传嘉南台船对农业的好处所翕的影片。台湾历史博物馆20当前有收藏一批日本时代古立木底片，内面有记录真侪台湾正100年前的人文风景。史博馆捌伫2003年甲台南艺术大学合作，甲底片修复出版做 DVD。2当前双方阁进行第2届的修复工程，甲5支底片的画质提升到4K。16下晡要公开放映，带大家来看日本时代台湾。咱即摆看到拢是相片，但是实际上结婚的时阵，咱是免啊嫁娶，迄个过程嘛无伊是当中就拄好，因为虽然是宣传的影片，迄时阵拢是日本政府、日本人做的一种影片，但是嘛，甲咱台湾人的风俗拢甲记录落去。对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台湾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它有影像跟声音，所以就会比较清楚。有重要建设、有商业建筑、有老百姓生活记录，经过修复的影片，和一寡细节的部分看甲愈清楚。这拢是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用2天时间，一个片架啊，豆豆啊雕出来的。底片有登记的所在，都爱用贴布接起来，边的片孔有起角嘛爱保护齐全。南艺大团队强调，这批底片会当讲是国宝级的，佮加上是硝酸底片，温度上悬会火烧，都连运送保存嘛全功夫。沿路东西让来给阮会场，就有专人去监视加阮学校经过路线咱有安排。史博馆表示，这5支影片就亲像是古早台湾的导览手册同款，欢迎民众拜六下晡小酒来全美戏院，透过老电影，搁一摆来认捌台湾。记者伫新闻科家族邱超雄台南采访报道。因那伫美国受一个76岁退休老师对因兜整理出这旧电影底片，竟然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头一部科幻电影。目前这个影片已经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咧收藏，改做是数位版本，保存伫个官方网站。研究人员真细腻，甲拢是水分，还阁有生果的硝酸盐加镉诱开。一片一片检查，却发现这个电影加镉内底有已经过身，不过真出名的法国导演乔治梅里耶1897年制作的《小丑加机器人》完整的电影内容。迄是电影发明人
法国卢米埃兄弟举行世界头一摆商业性放电影，互人看的2档后，看到完整的45秒内容，互研究的人感觉真意外，因为这若是第一个机器人的电影，而且嘛真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个真正的科幻电影。有电影魔术师称号的梅里耶，伊一世人翕超过500部无声的短片，到呾阁有一半作品还阁留咧。Georges Méliès is actually one of the first silent filmmakers I ever learned about, and he's a really interesting guy. I would love to have met him. Because he's French. He comes from a very wealthy family. He owned a big shoe factory. He didn't really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shoes. He liked magic. 小丑加机器人这部电影是76岁退休的老师麦克法兰伫咧家族3代传承100多档的箱仔内底发现的。伊感觉甲这个电影加工单调是真拍算。麦克法兰嘛捌甲伊捐予博物馆，甚至想要请古董店来卖。不过头家知影了后，旧的硝酸盐加工是真高导火，而且可能会爆炸，就要求麦克法兰全部提走。伫咧朋友的建议。麦克法兰主动联络美国国会图书馆。I sent an email to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First reply was pretty standoffish. You know, sure you've got old movies. What are the titles and what are the dates? And I didn't know any of that. So I told them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story. Got a very enthusiastic response from director. 威勒曼指出，麦克法兰管的小丑加机器人，真有可能是过手 copy 的第3个版本，是电影历史当中头一批去互盗版侵权的作品。不过，这对电影学者来讲，颠倒是一件好代志，因为伫咧这进前，敢会当用进前的人留落来文字资料来想象电影的画面。不过，即马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将电影扫描数位化，用4K 的解析度，互影迷想要看，就会当去你网站看。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方面，伫巴士海峡，所以台湾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而且会有局部短时间内落大雨的几率。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甲平湖、金门、马祖有南山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